大家好，我係全邁進嘅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Chloe 譚嘉怡。過去我曾經喺中小學、大專院校、社福機構度工作，為兒童、青少年、成人、伴侶、家庭提供心理服務，包括心理評估、兒童遊戲治療、個人輔導、伴侶輔導、家庭治療同埋家長諮詢等等。我有豐富嘅經驗處理各類精神健康、人際關係議題，見證住個案一步一步走過低谷，揾到佢哋嘅方向。我其中一個專長係兒童為本遊戲治療，透過遊戲作為溝通嘅媒介，細心咁樣聆聽小朋友嘅情緒同埋回應佢哋嘅需要，從而去鼓勵佢哋喺社交、專注力、情緒管理、行為管理方面有所成長。而我亦都十分重視正向教養 （positive discipline），透過將一啲教學嘅理念轉化成為具體而可行嘅一啲教養策略，陪伴家長去同小朋友建立一個尊重而有界線嘅親子關係。另外，我亦都熱衷於心理動力治療同埋情緒取向治療，透過呢兩個取向去幫助拍緊拖、準備結婚或者已婚多年嘅伴侶，去了解反覆衝突背後嘅心理需要，從而改善雙方嘅溝通模式，提升關係嘅滿足感。我深信每個人喺唔同嘅人生階段都會有住獨特嘅發展任務，而我作為輔導心理學家，特別着重優勢為本同埋預防勝於治療。無論你係為住自己、為住小朋友，定係為住伴侶關係而感到煩惱，我都會陪你一齊發掘內在嘅資源，令到你喺日後更加有能力去面對住唔同嘅挑戰。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。